好了的，哇，好了的呀，换位呀，有鬼车厢。哇，有鬼车嘛？进屋飞到有我鼻上被我喝到嘛？啊，车都里的，啊，哇，不进路边屋里吗？行进啊！哇，老可怕了，这2、3个娃嘛。你好腐化有个顶上人么啊？那才老子。照样，说是对接着，结果你那边好的挨一下呀。你还没往这边。高收入高。油罐车爆炸，寸草不生啊！那是火灾不得了。枪我砸多就哪里楼下搞干嘛嘛？楼下消防车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1、20辆车全部都烧完了，整个村的玻璃都炸碎了，整个村的。我的天哪，现场太热了。